大还热吗？可以。大哥，大哥有情况。那帮人进了我们五岳山，还坐着轿子。啊！这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大摇大摆的闯我们的五岳山？就是。通知各帮会的兄弟，有肉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告诉大家，有钱的抢钱，没钱的丢去喂猪。哎呀，老大，这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头啊？累死了。老大，这山里除了树就是草，也没啥可耍的。要不咱们回去吧？哎呀，是啊，这上山走比陪姑娘逛园子还累呢。哎呀，我说你们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啊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就天天喊累，以后怎么占山为王？这打家劫舍、强抢美女，哪个不比上山累啊？切，打起精神点啊！咱们一口气拿下五岳山！拿下五岳山！过来，扶一下。这。哎呦，小光头，站这儿有何贵干啊？这是哪个龟孙子这么大的口气，敢来我五岳山撒野？你喊谁龟孙子？啊，小光头啊！龟孙子喊你呢！龟孙子见了爷爷，你不下跪啊？油嘴滑舌的，看我不捉了你去喂猪！哎呦，我好怕呀！你就一个人啊，口气还不小，你凭什么呀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兄弟们，都给我出来！你就以为你有兄弟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兄弟也不少，兄弟们！兄弟，大哥，见面嘛，咱都是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咱不得有话好好说嘛，对不对？有话好好说。大哥，今天是初10，皇历上说呢，不能杀人，红色破运势，而且今天还是水逆，你们呀，要是见了血都会倒霉的。你们谁来？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谦虚了嘛，只要给我一个眼神就可以了。你，还有你，不是有完没完呀？你们啊，要杀还是不杀呀？不杀的话，就放我走吧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我自己来。大哥，我死之前你能不能满足我一个愿望？你说吧。你们本来就以多欺少，你满足我一个愿望，这样传出去，大家也不会觉得丢脸啊。什么愿望？我答应你就是了。放了我！哎，算你们讲信用啊！大哥，我感觉到哪里怪怪的。我也觉着哪儿有点不对劲儿，但是我这个人向来说话算话的呀。坏了，上当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的宝贝血牙，今天正好拿你给我的血牙打牙祭，吃了它！
大哥，他不怕狗啊？不怕狗，总怕火吧？用火烧死他！想不到至尊宝一世英名，竟然死得如此委屈，连句劝世都留不下。烧我啊！烧死你！别走啊！我要在这做大王，我该去找谁啊？大哥，看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如果杀不了他，我们以后怎么在山里混呢？可是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火烧都不怕，咱们杀不了他的。我看是该拿出我的秘密武器的时候了。这么大一座山，没人能告诉我怎么当大王啊？啊！我说你们真的是……哎呦，哎，你不就那大哥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，怎么能够当上这儿的大王？顺便呢，再给我介绍一下流程。啊，这个简单。我们五岳山有一个传说，谁要是能完成了这个任务，谁就是我们的大王。看到这个铁桶了吗？谁要是能乘坐它顺利地滚下山去，那他就证明有统一五岳山的天赋，自然就是我们五岳山的大王。是吗？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？不会，绝对不会。你看，我们的铁桶是由金铁打造的，会给你带来全方位的保护。而且这个外部有钢筋龙骨做骨架，给你的旅途更增加了舒适感。这上面的小口可以充分的通气气流，而且在途中可以让你享受我们新鲜的空气，多舒服啊！不过吧，我觉得还是有点太冒险了。这样，不如……哎，算了，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。大哥，这样子真的行吗？没问题呀！哈哈哈哈！这下我看你还不死！哈哈！大当家！大当家，哦呦！大当家，五岳山来了一个闯山的，说是要当咱们山大王。据说他有金刚护体，狗咬不死，是火烧不坏。昆仑派让咱们开个会，商量一下对策。不去，这种苦差事想起我来了。现在谁能把我的宝藏给我拿出来，我就认谁当大王。这是对呀，这就是对，不对也对。突然又觉得那不对，那就不对，对也不对。如果这把不是想要啊，偏又不要，不要又要。什么鬼？这人哪儿来的？
神仙呢？我是王。走。慢上，快点儿。走。哎，喝酒。老大今天心情好，都拿起你们手中的杯子，给我干！你也喝，好，我也喝，喝，你也喝一杯。好，来，继续喝，喝酒了，来，兄弟们来，喝酒，喝，兄弟们。小胖子啊，我听说你是这儿以前的大帮主啊，现在既然我来了，我觉得你就改为二当家吧。你不服是吗？二当家。帮主，我突然好喜欢这个新的名字哦，谢谢帮主。